知道嗎？呢套別墅啊，裝修仲貴過房價，裝修整整花咗800個啊！你睇下，係咪非常之奢華啊？就我屏幕前面你都可以睇得到，裝修同人哋嘅係與眾不同，全屋嘅嗰個背景啊，嗰啲啊都係石頭嚟啊，而唔係瓷磚啊。跟住咧，佢嘅頂下，包括樓梯嘅扶手啦，同埋衣櫃呢啲，全部都係用樟木㗎，不得了，真係不得了！我目前為止拍咗咁多視頻，呢一套嘅裝修最貴、最頂級。嗱，再嚟睇睇呢邊，呢邊係花園嘅位置嚇，就單單呢個樓梯落嚟，亦都非常之高檔。再嚟睇下佢嘅後花園嚇，後花園啦，有養咗好多錦鯉啦，有一個涼亭喺度啦嚇。所以咧，佢嘅裝修檔次同出面市面上嘅真係完全不一樣。呢個位置呢度入唔到，嗰邊呢度過嚟搭建出嚟嘅一個茶室嚇。咁有朋友係嚟你屋企就可以喺呢度傾生意啊嚇，傾偈啊都 OK 冇問題嚇。嗱，呢個位置開始啦，呢啲樓梯級全部都係藍玉石嚟嘅。嗰邊有個廁所，你知唔知啊？呢度啊！實晾衫嘅地方啊，啲地板都靚過人啊，真係業主裝修實在太捨得啦！呢套別墅咧，佢嘅房間一共係做咗7個房間嘅嚇。咁呢個業主咧小朋友比較多啊，所以整嘅房間會比較多啲。人丁興旺，生意興隆啊！因為佢係做工程嘅啊。嗱，下邊係我哋嘅地下室。咁呢度咧係入門口嘅位置啦，呢個位置咧係做咗停車嘅位置，可以停2台車嘅原則上。入門口嘅位置啦，呢度就係上下咧一共係4層嚇，有地下室。好啦，嚟到我哋嘅地下室啦，地下室咧亦都打扮得非常之精緻。咁呢個房間咧係攞嚟做唱 K 房娛樂嘅係嘛？嗱，仲有吧台喺度，飲酒都 OK， 冇任何問題。你睇下啲瓷磚，哇，真係富麗堂皇啊！地下室咧一共咧都整咗2個房間嚇，咁嗰邊有一個房間唔過去啦，我哋仲有一個放酒嘅地方，呢度雜物間，呢度咧都整咗一個房間嚇，嗱，都整咗一個房間。咁再上嚟咧就係我哋嘅廚房位置同埋客廳位置啦。廚房呢個位置嗱。廚房空間係非常之大嘅，足夠用嚇。跟住咧，再嚟就係我哋呢個飯廳嘅位置，6到10個人食飯，完全冇任何問題。嗰邊咧係可以出我哋嘅一個花園嘅嚇。好啦，我哋上去我哋嘅2樓睇睇。上到2樓啦，2樓3個房間啊。咁呢個位置咧保留咗一個中空嘅大廳位置啊，非常之大氣嚇，一盞大吊燈落嚟嚇，富貴嘅象徵啊！嗱，呢啲扶手啦、樓梯扶手啦，包括我哋嘅門啦，同埋咧衣櫃啦，全部都係樟木嘅嚇。一共咧係做咗3個房間嘅，房間全部都係做咗全屋訂製嘅，亦都諗得非常之周到嚇。呢個係公衞，咁呢個咧就係套房嚟嘅。套房過去咧，佢有一個連廊，有一個陽台出去，咁就非常之舒服啦。佢嘅樓梯下全部從1樓上去，全部都係我哋嘅藍玉石啊，非常之高檔嚇。好啦，上去3樓睇睇，上到我哋嘅3樓啦嚇，一共咧係4層嘅嚇，咁呢層咧就係頂樓嚟㗎。一上到嚟睇下呢個玉石嚟嘅，好靚啊！跟住呢一層咧係有2個房間嘅，咁我哋先睇下主人房嚇。咁佢全屋都係樟木㗎嚇，所以風格從1樓到負1樓4層。全部都係一樣嘅，係個頂亦都係好靚，都係樟木嚟嘅。唉，業主裝修真係非常之捨得嗬！你睇下呢個背景，呢個床呢度真皮嘅後尾嗰度，跟住咧好舒服。出嚟咧呢度係有陽台嘅，你睇下連陽台嘅位置都整到咁靚。嗱，喺呢個位置望下風景，望下嗰個花園，哇，真係非常之舒服啊！而且呢個主人房嚇，主人房咧佢係做咗套房嘅，咁咧空間係足夠大噶啦，仲做咗一個大大嘅衣帽間嗱，女人咧最中意嘅啦咁嘅衣帽間啊！而且咧廁所都係非常之大，覺得似唔似住酒店嗰種 feel 啊！好啦，我哋再嚟睇睇，哇！呢個主人房真係非常之舒服啊，係咪好通透？
我哋最後咧就睇下我哋另一個套房。咁咧呢個係佢另一個套房嚇，亦都係頂樓嘅一個套房嚟嘅，係嘛？嗱，呢度咧平時咧可以種啲花啊，都 OK 嚇。再嚟就係呢個位置搭建出嚟嘅啦，係嘛？啊，你睇下嗰啲石幾靚，睇下周邊嘅環境嚇。呢個小區咧入住率亦都係非常之高嘅嚇。如果近期大家想要揾東城藝穗嘅別墅嚇，呢度裝修真係冇得頂嘅嚇。睇樓約請嚟，記得點讚關注哦。